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备办心，大家来敬拜上帝。就愿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学老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煞到万代。大家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92首，圣诗192首，你的话哪水江河，永远流露伫阮一生。活水，互阮快乐勇气，来啉心神得静用。圣诗192，咱起立，大家来吟。永远在你的怀里。
该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学生。请坐。来掀开圣诗后面课文34。课文34。1059页。课文34，也就是诗篇146。咱三个来交托，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关监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同心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平安顺遂。伫主昔日的安息日，阮当时的兄弟放下世上的一切，自入伫你面前敬拜你。伫这感恩的节期中，我们要感谢主，互阮的人生中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主你互阮的父母有因留落好的信仰、水的脚迹，甲是阮基督，是阮的救主，独一的真神。互阮的伫人生中有主你的话，成做阮一切生活的准绳。阮也感谢你，互阮逐人有一个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享受主你所赐的一切，也互阮逐人伫工作中、事业上，拢有好的表现。生命亲像一条河，有平静的时，有波动的时，有充足的时，有孤单的时。阮的兄弟侪侪已经进入退休，享受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年纪虽然渐渐增加，但阮感谢主，你赏赐阮大家有喜乐、奉献、乐观的精神，享受即时的生活。但阮也面对身体渐渐的退化、病痛的产生。生命的活气亲像水，一滴一滴流啊流，流往一个带互阮向望的所在。伫艰苦惊吓绝望的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对阮讲：“囝，免惊，也免烦恼。伸你的手，我要牵你行过崎岖的道路，将你的身躯交予我。我要爱你行过大风涌的苦海。注神看我，我要指示你向望的道路。”
凡事感恩，就凡事充足有余。主你的话讲，我的上帝要照伊的荣光中的富有，伫基督耶稣补出恁一切欠缺。我满心感谢主。今日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主你尽忠的仆人卢国峰牧师伫阮会中，用主你的信息来勉励阮，求主大大赐福，纪念伊所做的工，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帮助。基督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咱请圣乐队。咱感谢圣歌队用诗歌传咱来学到上帝，讲授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和合本106页，汉语本89页到90页，现代中文译本125页。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咱来看，我来读。耶稣佫对学生讲：某个好野的人有一个管家的，有人将伊破开主人的业，对伊的主人告伊。主人叫伊来，甲伊讲：我所听见即个代志是怎样？
你管家的事，就甲我清楚，因为你袂有缘做管家。管家的心内想讲，主人入我管家的职，我要怎样啊？也低头无气力，做去食面见笑。当我知所做就入管家的职，迄时人才要接纳我入因的家。伊就叫伊欠主人坐一个一个来，甲头一个讲，你欠我主人偌济？应讲油100桶，就甲伊讲，摕你的数紧紧写50，搁甲别个讲，你欠偌济？伊讲要100招，甲伊讲，摕你的数写80。主人就学了即个不义的管家，为着伊所做有知识，因为即个世间的人为着世情来图谋，比光明的人较有知识。我也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了去的时，因才要接纳你入永远的顶房。伫至小块的事真重要，伫大个也真重；伫至小块的事不义的，伫大个也不义。伫不义的钱财，恁若无真种，是随要用真个托中恁；搁伫属别人的，恁若无真种，是随要用属恁的，互恁第3节。一个萝卜微微服侍2个主人，因为因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以上原做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因早起女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魔鬼藏在细节里。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通代表我的学校台湾神学院来到咱的教会爱念西湖还是西湖？西湖吼，西湖教会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代表神学院的董事长院长甲老师学生来教会说多谢教会过去甲现在拢对神学院的关心甲奉献望教会嘛会通伫未来的日子继续关心神学的教育。咱拢知影神学院去读神学院了后出来拢会到地方教会做牧师啦。所以平常时咱拢会感觉到地方的教会甲神学院敢若无啥物紧密的关系吼，但是事实上咱是真亲密的关系，因为咱若有去关心去注意神学院产生啥物款的牧者出来吼，会影响规个教会的生态所以除了爱鼓励大家关心以外嘛望大家能力会使的时，会通为着神学院来奉献，来提升神学院的师资硬体、软体的部分以上就代表神学院来大家多谢甲请安。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会通讲是圣经的内面真侪圣经学者拢会真头壳疼的一个经文吼，因为经文中充满真侪困难的问题。毋知影咱过去看到这段经文，也是拄则咧读的时，咱敢有心内会有真侪的疑问走出来，讲这耶稣到底是咧讲啥？是安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哪会通受到恶扰？
是安那为着世情咧烦恼的人咧多无的人，耶稣乃会讲比光明的人佫较有知识。是安那耶稣甲门徒讲，恁着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着爱伫不义的钱财顶面忠心咧。啥物是不义的钱财咧？啥物佫是真实的财宝？这是我看即段经文的时阵，自较早到咧准备讲道的时阵，拢一直有诶问题。耶稣到底咧讲啥物吼？安尼说来说去，敢会使较直接诶，互咱一个答案？着甲咱讲，你应该安怎做？吼。但是即个经文的困难一部分是咱伫咧咱用现代人伫现代世界生活诶眼光咧看经文已经是几啊千年前诶世界，所以咱真歹去理解讲耶稣你到底是咧讲啥物。但是这嘛拄好提醒咱，当咱咧面对圣经、面对上帝诶话诶时阵，咱就是一直拢保持遮尔远诶距离，咧恳求圣神会通启示咱，互咱伫咧某一个时刻，咱会通掠着迄一点点圣神诶启示，通来成做咱生命诶帮助甲提醒，通互咱通调整咱诶生命，活出基督诶样式。即段经文另外一部分诶难呢，就是难伫耶稣在讲钱啦。大家拢知影，讲到钱，人就会安那伤感情啦吼。咱讲到钱，上亲诶人，拢有可能会变做冤仇人吼。我细汉生活诶迄个教会吼，有一个家族即个老长老非常诶，上帝非常诶恩待伊，所以伊有真济土地。当伊过身了后，伊诶囝儿咧分即个家伙吼，分家伙是定定拢会冤家啦吼。因有6个兄弟6个兄弟即老长老过身之前，伊都无交代遗产讲互清楚所以就变做大家来讲兄弟就是迄6个兄弟内面有2个长老，2个执事结果分袂平啦超袂平，叫即个大哥甲二哥一边其他细汉的一边，大汉的拢讲我应该摕较济，细汉的拢讲无安尼无公平结果最后竟然讲甲拍起来啦长老甲执事分家伙讲甲拍起来，所以咱会通知钱莫讲迄个分家伙啦。有当时咱甲朋友咧斗阵的时，咱甲亲人，就算是咱的亲人咱有当时嘛会去计较迄小可的钱呢虽然咱表面大部分可能会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有咱心内有当时嘛是会算呢所以当讲到钱的时阵，是安那即个经文真歹处理，因为耶稣咧讲钱钱总是挑动我们那个最敏感的神经因为钱真正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咱若详细来想一件代志，咱会发现，咱伫生活上定会影响甲决定咱要去做一件代志，毋去做一件代志，还是咱要安怎做代志，定拢甲钱有关系敢毋是？这讲甲钱有关系是佫较客气会通讲佫较大胆的来讲，钱定影响咱生命内面做出啥物款的决定。所以，即个宗教改革的改革者马丁路德，伊就捌讲过一句话，讲伊认为钱财是世界上上接会通看见的偶像但是回过头来想，咱伫咧信仰内面，伫教会内面，咱敢若较少会讲到钱的部分咱拢会讲咱爱听人，咱爱传福音，咱爱安怎做一个佫较好
的基督徒搁较军队耶稣基督脚步的门徒，但是敢若真少讲着钱啊，因为若讲着钱，敢若咱的即个私人领域就被侵犯了吼。钱是足世俗的物件，咱这基督徒吼，咱教会咱咧讲圣洁的物件，咱要追求信用的物件，但是咱一离开教会，咱就随爱面对一个搁一个甲金钱有关的选择，因为咱活地每一工拢甲钱有关系。但是我讲的即个教会爱讲钱，毋是搁甲即马现代有一寡少年人真侪的教会无共款吼，遐教会会甲少年人分享讲你着安那忠心伫上帝，上帝会祝福你，互你的财富互你的钱财会得到祝福。要安那来某一个圣经的人物来学习理财。其实讲起来我认为这拢从来拢毋是圣经要讲的，更加毋是上帝要讲的。路加是一个真爱讲钱，也是即个讲较含蓄的讲财富啦，经济的圣经的作者。咱会通看，咱若有印象伫路加福音内面有真济有关钱财的故事。即个拿撒勒甲财主，好起来的财主甲散起来的拿撒勒，有撒该，撒该这咱是真熟，一个收税的，嘛算是财主。有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其实拢甲钱有关系。浪子回头的故事安那，伊甲老爸分财产摕去南山开所以咱若详细看路加福音，咱会看见路加伊真爱讲钱财即个物件，伫个社会、伫咱的生活内面安那影响咱。所以是安那路加遐尔爱讲钱，因为钱毋是单有伫咱现代遮重要伫过去耶稣的时代嘛共款重要，而且比咱即马搁较重要，有可能啦咱即马看菜一个人，咱会期待嘛勉励家己讲，咱莫用钱财去做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敢毋是？但是伫当时的社会毋是呢，伫当时一个人的钱财，就决定伊的价值，决定伊的社会地位。伊讲的话，敢有人会听？所以古早的人，因即个伫圣经的年代因拢会甲因的钱财穿伫个人看会到的所在。啥物意思？好起来人穿紫色布，因为紫色是真歹有的，要甲布染做紫色需要的成本真悬。所以君王、好起来人、这些贵族，因着拢穿紫色的布。所以这是伫迄个世代，钱是搁较重要的。所以当路加咧讲着钱的时阵，看起来伊是咧讲一个小可的物件，但是伊是咧讲规个社会的管理甲结构的问题。兄弟姊妹，咱有意识到钱即个物件，拢一直咧影响咱的社会甲世界。当美国即个川普总统上任，开始讲即个关税，咱有感觉到规个世界拢受到影响无？所以钱一直咧影响咱的社会甲世界。但是当钱有遮尔大的影响力，那安尼基督徒安那看待钱，安那使用钱，减毋着会通发挥真大的影响力嘛？路加福音对第9章后面开始，规本册就已经进入一个故事，是耶稣伊定义要行往耶路撒冷。伫当时耶路撒冷就是伫一个经济权力的中心伫遐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甲罗马政府，因做伙起造一个真大的体制。
经济体制，吼，罗马政府啦，即个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因甲罗马政府是合作的关系哦，吼，讲阮好好交钱互你，阮好好管阮的犹太地区吼，只要阮有交钱互你，你着爱互阮有宗教的自由啊，吼。罗马政府上看重的就是钱，因为罗马帝国咱知影足快的吼，所以伊上看重的就是你只要钱交会出来吼，其他的代志莫乱，我拢无要甲你管，拢袂要紧。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即款的所在，但是耶稣伊着定义讲，伊要行耶路撒冷，伊要去来互大家看见，即个大家拢认为无问题的体制，其实伊是无公义的，伊是无符合上帝护掉犹太人的时所期待因的心意。所以是安那头前爱先讲遮济吼，是因为今日经文内面，耶稣伊特别行耶路撒冷啊，伊特别行到耶路撒冷啊。所以即个当耶稣咧讲不义的关系假释的时阵，看起来虽然是咧讲表面的一个人安那度过伊的一个难关吼，但是甲规个经济、宗教、政治、规个社会是拢有关的。当时的管家毋是一般的奴仆吼，当时的管家伊是主人的代理人。伫犹太的传统下面，人是上帝的管家，管理土地、管理钱甲万物，这咱拢真清楚。伫希腊、罗马的文化下面，管家的任务咧是替主人带来利益，伊有真大的经济管理。所以当咱看经文的时候，咱会感觉奇怪吼，伊一个奴仆尔，伊是安那会当去替主人收钞，佫会通伫个互主人要甲洗头路的时阵去改主人的钞，因为当时的管家伊就是代表主人，管家有遐尼大的权利，可能日子久啊，伊就袂记你，我只是替别人管钞，钱毋是我的，所以伊就圣经讲伊凊彩浪费主人的财产啊。有人去告主人讲，你的奴仆乌白来，所以伊的主人就讲，你爱甲我讲互清楚吼，而且我要甲你洗头路啊，你袂当去做我的管家啊。当一个管家要互洗头路的时阵，伊心内一定爱想替伊未来的生活做打算啊，所以伊开始讲安尼我是要安那吼，要去做事吼，无气力啦。要做去食吼，面皮无够厚啦，所以伊就想但是我都无钱我即摆互洗头路我要安那？伊想讲不要紧，虽然我无钱，但是我的主人做有钱的啦，本钱拢伫伊遐吼，所以伊就开始用伊的主人的钱去做一寡代志，就是咱刷落来看到的。伊去找遐个欠伊主人钞的人来，甲伊讲，即个我帮你捡起来吼，即个我嘛帮你捡起来，听起来敢若真无合理，但是伫当时这是符合因的体制，因为当伊代表主人，伊替主人去施运费互伊的欠伊钱的人吼，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吼。咱若欠人钱人甲咱讲你还较少的，咱讲好人。所以，伫当时，即个主人因为伊安尼做，得到名声，伊下骹遐个本地欠伊钱的人拢讲哇，这财主是好人啦，吼。所以当伊安尼做了吼，主人知影，伊敢有法度去讲，无呢？迄毋是我讲的，迄无准算，迄我下骹主人讲的。那安尼都变做啥？本地是好名声，伊得到好名声，会变做啥？哇！诞生吼，所以是安那，咱看见即个经文讲，主人当伊知影伊的管家做的代志时，讲哇，即个管家哪会不义的歹势吼，不义的管家哪会遮尔巧啦吼？伊鼻仔才会当摸咧讲，
哇，对，着互你创空去啊吼，但是伊嘛无法度，所以即个管家伊无伊开着家己的半仙钱，伊替家己甲主人累积名声，无怪主人会配合伊讲，哪会遮巧吼？属世情的人为着世情来赌博，比属光明的人搁较有知识。兄弟姊妹，即个敢若受着家己的利益的管家，伊较会通做出遮尔巧、遮尔有知识的决定，因为伊非常的清楚甲熟悉伫当时迄款的社会管理甲结构的下面，钱即个物件安怎发挥影响力啊？伫即个游戏规则的下面，钱要安怎算啊？所以伊替家己算出一个道理来吼，互人通甲学乐。反倒当所谓的属光明的人，咱会通看圣经内面所记载，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看起来拢应该是属光明的人，敢毋是？但是这属光明的人，因拢甲望放伫咧上帝国以色列的未来，看起来拢是真远大、真大的理想。因拢认为讲，咱毋免看钱财即个代志啦，钱财这俗气啦、世俗的物件。但是咱会发现，当因安尼讲的时阵，最后因所做出来的行为，佫拢敢若分家规的，因为因就是一直咧受着即个体制影响啊。伊免啊，伫即个体制下面来讲咱莫看这，互咱着想上帝国就好，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因喙内面虽然拢发上帝国、发律法、发圣洁，但是实际上，耶稣拢一直咧挑战因讲：恁遮的法利赛人，恁遮的祭司头，恁敢真正有咧照圣经来做吗？所以我想，当耶稣伊咧讲即个譬如的时，咧讲即个故事的时，伊毋是爱门徒学习即个不义的关系。伊是爱问倒来思考一件代志是：咱敢有清楚咱活伫个什么款的处境下面？咱敢有看清楚咱的身躯边所发生的代志？咱的社会、政治、经济安怎咧运作？至到咱袂抓准讲，我只要虔诚，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我就袂受着遮个物件影响。耶稣要甲门徒提醒讲，你拢会受遮个物件影响，因为你活伫个即个社会，你活伫个即个中间。但是你爱看清楚，你安怎人安怎甲你影响，至到咱袂只有遐个远大的理想，袂只有想讲咱做基督徒教会，咱爱传福音，咱爱做见证，咱爱做真济影响上帝的事工，但是咱却无看见讲，其实。咱的事工嘛，拢咧受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来决定，咱看什么是好，咱看什么是影响上帝。所以耶稣煞接讲，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会忠实；对真细项的代志无老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袂老实。兄弟姊妹，咱咧想呐？如果咱对生活中遐个真小块的代志无忠心，面对上帝国，咱敢会忠心？咱抓准咱分会开吗？当咱咧看一个人，咱身躯边的人，咱咧熟悉伊的时，咱咧判断伊，拢敢爱等甲发生大代志，咱较来想讲即个人安那。当然，迄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但是咱拢一定是对真细项的代志咧观察一个人，敢毋是？咧认捌一个人。共款，当现代基督徒，咱期待教会会通伫现代社会做出啥物款福音的影响？咱期待教会会通复兴，咱期待上帝国会通降临。但是咱敢有看清楚？咱活伫什么款的处境？咱互什么款的价值观来影响咱？
当咱看见咱即摆生活的社会即款的氛围吼，咱嘛爱承认一件代志，就是钱非常的重要，佮现实啊，非常的好用，佮非常的有力量啊。因为钱决定咱会通带队吼。最近即个信义区迄个豪宅叫旋转豪宅，叫啥物名？我应该袂记啊。好，陶朱影园，陶朱影园买出去啊，迄一间几啊千万吼，伊个几啊伊个歹势，你看我无活伫迄个世界吼，所以几啊千万对我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几啊亿呢。有个人会通用几啊亿去买一间厝，但是有个人，伊可能咧。即个一间厝，就是伊一世人咧拍拼的目标啊！所以钱真好用啊，真重要。伊会通决定咱住伫个啥物款的所在，食啥物款的餐厅。钱会通决定咱接受啥物款的教育。现代真可怜吼，因为要接受好的教育，你若无一个一定的厝内面。基本的经济基础，你无法度接受着共款的教育的呢。你会通得到啥物款的医疗啊？时代人愈来年纪愈来愈大，愈来愈爱定走病院吼。当有当时需要做啥物款的手术，食啥物款的药啊，时医生敢会问讲，你要自费还是要食健保的？钱会决定咱会通接受啥物款的医疗。伫少年人的世界吼，钱即摆会当用来买流量，对无？咱敢有咧用看 YouTube 还是看脸书？加减啊啦吼，加减啊有咧看。你的影片敢会出现伫个人拍开的 YouTube 首页？迄是会当用钱换来的呢。你其他人看到你的观点做的影片，你发的文，你会通用钱去买即个机会呢？所以这就代表钱会通决定啥物人讲的话会互人听见。就是伫即款的处境下面，耶稣犹原咧问咱，伫咱现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内面，咱敢有意识到咱含落伫个内面，咱含落伫个即个中间，还是咱？会想讲袂啦，这甲咱无啥影响，咱好好啊敬虔做一个基督徒来好好啊传福音，来追求上帝国。钱无重要，世俗的物件无重要，但是咱会当看咱来观察教会，无一定咱教会啦我讲的是所有的教会，教会。无论对生活上的事工、意向、目标，咱有观察到，其实咱拢渐渐咧瓦滚，迄个世界所起造出来的价值观无。咱欣赏教会人济教会啊，咱欣赏奉献济教会，咱欣赏事工济会互人看见的教会啊。这敢毋是甲拄则所讲的，即个世界咧起造咱的价值观是共款的。咱看做迄是好啊，咱期待有一天若有机会，咱嘛想要亲像安尼。有当时啊嘛，因为安尼抵到咱咧判断一个人的信用甲性命的时阵，咱敢嘛会用身份、用奉献的金额来做标准，毋是用啥物人。伫个小可的代志顶面中心来做标准，伫决定事工的时，咱用人数做目标，还是用咱的性命、咱的灵命，敢有真正因为即个事工来得到更新、得到勇气？伫决定教会有算要安怎使用的时，咱敢毋是会有真侪焦虑？钱爱开源节流，我即马定定听见真侪教会的
中级咧讲即个代志，吼，教会爱开源节流，因为逐间教会基本上拢咧走下坡，所以咱咧决定咱咧预算，咱教会钱、奉献的钱要安怎使用的时阵，咱是用咱爱欠钱，咱爱发展做目标，还是讲咱爱去分享，咱爱去服务做目标？兄弟姊妹，今日台湾嘛有真济社会议题。房价、能源、食安、环保、诈骗、劳工、外劳，侪物件的问题。如果咱甲想到头，伊的上原本的物件，敢毋是拢甲钱有关系吗？教会如果咧讲信用，但是却无要做伙来思考，无要做伙伫咧钱的内面反省。咱只是离上帝国愈来愈远尔。而且，如果当咱若讲着钱，咱只期待讲上帝要安怎，互咱因为咱的敬虔、咱的信用，互咱会通得到更较侪资源。那咱更加是直接甲上帝、甲钱当作上帝。举例来讲，做一个基督徒，咱会安怎选择趁钱的方式？咱嘛共款会看见大家炒股票好赚哦，咱就来做；炒厝好赚哦，咱就来做。那安尼，咱敢是咧支持一款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价值观，就是重要的是我敢会当趁钱。重要的毋是我趁钱敢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因生存的方式。敢会影响到规个社会看厝即个物件是一个虾米款的物件？当咱选择消费虾米款的产品，敢会咧表达咱的价值观？讲我认为虾米是重要的？咱知影，我细汉的时阵，算是我细汉的时阵，迄个时阵定薪啊，定薪。黑心油品的代志，规个社会大家拢毋是咧讲咱甲抵制是安咱爱抵制即个不良的商品，因为咱咧展现出咱的价值观啊，咱就是咧讲，咱认为这是毋对的代志，所以如果你为着要趁钱，你做即款的代志，那安尼你趁袂着阮的钱，敢毋是这就是抵制的意思吗？那安尼基督徒咱咧选择咱要消费啥物款的产品的时，敢会嘛咧表达咱的价值观？咱认为啥物是重要的？你只要俗就好，你成婚、你过程安那三生，我不在意啦。我只要互我买着俗的物件。若是安尼话，咱就是咧表达一个价值观啊。只要俗，只要互我用了，开的钱少，你安怎做，我不要紧。敢毋是？这敢毋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当咱咧思考奉献的问题，当咱咧思考奉献的问题时，咱是习惯当咱用剩的，较来想讲我要奉献偌济，还是咱甲分享放伫咧头前？迄毋是？当咱有剩的时阵，较做的代志，敢毋是嘛？咧表现一款的价值观吗？咱的社会即马，敢毋是逐个人拢是安尼？当我满足我家己的需要啊，如果阁有能力，我阁有剩，我较来分享。所以分享是伫上后壁咱的选择啦。伫咱对钱财的规划是伫上后壁的选择。但是当基督徒，咱嘛对咧安尼做，但是咱无意识到，咱是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啊。其实这已经偏离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啊。咱无去注意到这个代志，咱敢有可能伫咱所徛起的社会画出基督的样相，通来互人看见无共款讲恁的信仰真特别呢，真互人欣赏呢，甲世界的人想的无共款呢。
这个物件拢咧显示咱互虾米款的物件，正做咱生命的主人。上时嘛咧显示咱认同虾米款的价值观。所以耶稣讲了，遮尔直接讲，一个萝卜袂通服侍两个主。你毋是动即个，就是轻迄个；你毋是轻动迄个，就是轻即个。因为这看起来小可的价值的选择，但是拢是一个非常徹底的选择。所以耶稣咧呼召门徒讲：你毋通看轻小事，毋通看轻遐恁认为真真细小、真俗气的代志。因为恁安那咧面对这个代志，就显现出恁会安那面对上帝国迄款的大代志。耶稣爱咱看见社会、世界的管理安那影响咱，咱才有机会伫咧日常生活的小事内面选择要跟对什么款的价值观。是安那今日的讲题，我会用即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吼。其实即句话是德国的个俚语啦，吼俚语。伊原本的意思吼是英语讲吼 ，The God is in the detail。上帝，上帝伫个细节内面啊，迄是后面咱安尼使用，较会甲伊讲做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吼。伊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帝伫个细节的内面，伫个至微细的所在，咱会通看见上帝，咱会通看见神者。所以兄弟姊妹，愿圣神会通帮助咱，伫咱即个充满真济无公义，咱无欢喜看到，咱拢期待伊会通搁较好的社会甲结构的内面，伫咱人的罪性甲软弱内面，恳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对伊来得到提醒，伫小可的代志顶面忠心，因为就是伫遐小可的代志内面，咱会通看见上帝，咱嘛会通互人看见上帝伫咱的中间。愿咱遮个受呼召的基督徒，拢会通伫至微细的代志顶面活出福音的见证。愿上帝使用咱每一个人伫至微细顶面的忠心，互天国。上帝国降临伫地呢，亲像伫天呢，咱就会压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通过你奥妙的话语启示阮，你互阮看见，无论伫2000当前，遐个门徒，遐个立志要跟对耶稣的人，伊面对的挑战，甲今仔日。我伫现代，阮遮个立志要跟对耶稣的人，阮所面对的挑战，其实拢有相像的所在。这嘛是安那，阮看上帝你的话是真理，因为虽然处境无共款，面对的代志无共款，但是上帝你的话总是伫无共款的时代，咧甲阮提醒，咧呼召阮，阮敢无看见？伫阮的身躯边，咧发生的代志，伫甲阮会通来思考、意识到，那安尼伫即款的环境内面，阮做一个跟对耶稣基督的人，阮要安怎来跟对？阮要安怎来伫即个所在，其他的人见证上帝你的福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无看轻这世俗的代志，这俗气的代志，小可的代志，因为就是伫即款小小的所在，上帝你要互阮看见，当阮愿意忠心的时，看起来无啥物的，阮会通来影响规个社会，影响规个群体，甚至会通影响规个世界，因的价值观。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勇敢壮大，通伫阮生活中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感谢牧师用主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72首。圣诗72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咱起立三个来吟。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咱请民兵执事甲余阳执事。
了解大家平安。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今仔日是台湾新人医奉献主日，感谢周美教会由国防牧师代表行医来伫咱本会请安报告。咱本会叶牧师今仔日也代表台湾新人医前往空灵街教会。第二，11月23是咱感恩节的主日。伫会中，咱有要邀请宝硕新创顾问郑九康弟兄，伊是门洛会文化教会，伫遐要来分享伊如何来拥有重度身心障碍子女的过程，全家经历上帝的恩典。欢迎咱兄弟姊妹邀请厝边也是咱的家人来参加。第三，咱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读经聚会，采用总会每周新安宫读经，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第四，需要牧师探访，或者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咱台牧师或者是长执伊嚟来安排。第五，后礼拜主日礼拜题目甲着经节根据。请咱家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45。咱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会，拜六咱每个月有一摆早起10点有一个插会班。后礼拜的读经，甲着咱顶礼拜的奉献甲出席，咱家己来看。留毋着咱过价来经营。献工的事项，今仔日的招待是谢宝济甲苏长老，插花是张老师，签扫是谢宝济。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花是明义长老，司琴是牧孙娘，领唱是余信，书献是秋梅执事甲余阳执事，招待是有来兄甲谢宗济。插花是秋梅执事，清扫是秋梅执事。咱来看咱即礼拜的金句。一个萝卜卖话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你卖话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路加福音16章13节来。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个看见迄个，你袂会服侍上帝。看见迄个，煞服侍钱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路加福音16章13节。荷兰语完这地，三甲用讲述，伫咱今仔日所念的信息，看你身边的正兄弟，看你身边的正姊妹。看、听咧，关心，看一下久咧，小听者，小关心者。好来，咱互相来请安来，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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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较久者，来，平安平安吼，好真好。来，咱来吟煞尾边的诗，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咱起立大家来吟。我的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恁通平平安安回去，因为上帝已经将行神者的能力放伫恁每一个人的身上，恁通伫生活上遐个至美善的所在，通来设置中心军队耶稣基督，通互伊的荣光通过恁遍照伫世界。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免。